再來看美國聯邦參議外交委員會民主黨的首席議員謝欣，挺黨派的議員的訪問團今仔早起來到台灣，總統賴清德嘛佇總統府來接見，那感謝講美國以實際行動來展現對台灣的支持。總統嘛強調講，咱要來展現自我防衛決心，國防特別預算就袂當拍折，嘛唔通擱拖落。4位參議員長期關注印太區域安全，支持台灣不遺餘力。並持續在國會提出聯署多項友台議案，是台灣的堅實友人。我要特別強調，正在立法院審議中的國防特別預算條例，是經得起嚴格檢驗，也獲得超過60%國內民意的支持。但是因為政治因素，導致立法院審議時程的延宕。We are here to underscore the strong and enduring commitment to Taiwan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That commitment is grounded i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decades of support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Maintaining that stability is a shared effort. 你們知道好久以前我就在台灣，那時候我國語講得還不錯。糟糕，今天大部分都忘掉了，講得比較好像 horse tiger。總統表示講，咱國要提升自我防衛能力，佮加強台美合作的承諾，並無改變。嘛，佮化為立法院應該無分黨派做伙來支持咱政府完整的國防特別預算的規劃。嘛，向國際社會，尤其是堅定支持台灣的美國政府佮國會，來表達咱台灣自我防衛決心。